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點半了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劉慧靜慧靜哈，來到禮拜日咧，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啊，同大家共下來關心到嘅即係空氣嘅話題哦。你下觀眾朋友敢是看過咧天氣紅嘅人講每模5嘅咧審判哦，咁每模5即係講差唔多40歲到50歲嘅阿妹，看起來啊，有人係有後生有正，唔會小半歲阿妹嗬。相信大家喺咧生活當中啊，咪有看過安尼嘅人，像我哋講咧保持後生嘅人講，抗年嘅秘密係乜嘅麼咯？今日啊，喺咧福氣來咧，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啊，是同大家來倡導龍骨神健康嘅意思。黃姨妞我來同大家來講下養生啊，來了解，想講了解龍骨神健醫學嘅觀念啦、概念啊，係養生用，韓國養生來講咯。來，今日下嚟是夾夾來分享安尼嘅黃醫師，姨妞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姨妞。今比老師講下龍骨神健醫學咧，嗬，姨妞以這個本身來講是係學業方面嘅學有幾久嘅時間啊？我是在加拿大念的，對，然後光是念脊骨神經本身的話是4年。那因為那時候我出國的時候是國2的時候出國，所以我在加拿大待13年，然後包括後來有工作的這段期間。所以到了解各種語言性嘅下都去到加拿大，然後呢到頭嘅未來讀書嗬來學，做下子學業方面嘅東西，啊就開始來講學。嘅讀書各種高中，太學了後就開始學了部分。嚟講嘅太不唔聽得切，頭先同大家上講嘅嚇，好像真係要應該咪聽得出來係太廣東西強嘅看法嗬。你係哪位人？東西人係爸爸媽媽做下係東西兩位人。沒有，我媽媽是，然後爸爸是社工。哦，爸爸係社工，媽媽係東西兩位，然後所以其實完全都係精通嘅，學校講東西強嘅人講錯，唔過從細都唔是帶嗰個東西聽得識，聽得識，唔過是還冇乜曉講啦，他只係慢慢見學是見曉講咧，學已經講咧個龍骨神健醫學啊，我想當到鄉親朋友啊，都當上一啲你乜嘅按照龍骨神健醫學者。對大家來講哦，迄個當身份當生疏，即係唔是聽過嘅感覺咧，嗬。但同鄉親朋友講下，想起來係乜嘅種嘅一個醫學。它的翻譯英文的話是 chiropractic，中文的話，它把它翻成脊骨神經醫學。脊就是脊椎的意思，6個，然後骨頭，然後神經，它串聯出來之後呢，會影響到身體健康的一些環節。比方說，我們最常見到就是像一些腰酸背痛的問題。或者是一些就是肩頸痠痛啦，或者是比方說骨刺的問題，可是它其實延伸的範圍很廣，就包括可能有一些身體其他臟腑的一些問題，都有可能跟你的脊椎有關。所以脊骨神經醫學它是一個比較全面，除了看脊椎之外，還會照顧到就是可能生活習慣啦、運動啦、飲食上面的一些照顧。哇！一安尼一個龍骨神經醫學包含嘅一個層面哦，可以到東寬嘅嗬，按塊嘅一個層面來講，一講龍骨來講啦嗬，是影響到規個人身體嘅所有嘅一個狀況。那照顧好來啊嗬，可能都人身其他問題是較冇有咧。不過你頭先已經講到龍骨神經，嗬，龍骨係安尼講到嘅嗬，就係嗱講我形容來講啦嗬。你們用去消解龍骨，它嗰個神經同人身嘅關係。它其實就是像我們身體的骨架，對，就是像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，一開始先要蓋那個鋼筋，鋼筋就是房子的骨架，那脊椎就是身體的骨架，所以你把它建構的很完整、很正的時候，你相對起來你的身體就會比較強壯。那為什麼它跟神經有關係？是因為我們的脊椎就是這樣一節一節的，然後中間呢會有神經穿出來，然後所有的訊息是從身體往外去支援。然後如果有一些困難、有一些問題的時候，比方說有一些傷口需要修復，這個管道也是從就是末梢，然後回到我們的脊椎，回到大腦，所以它就是像高速公路一樣，就是它的路線路徑就是這樣子出去回來，所以身體有很多的，不管是病痛也好，知覺也好，各方面的疼痛，還有一些
的活动的控制，其实都是要仰赖我们的神经。那它跟脊椎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神经是住在脊椎里面的哦，所以它就像它的房子一样。所以我们如果把脊椎照顾好的话，相对起来神经的传导就会比较正常，比较丰沛。所以按规矩嘅讲量骨来讲啦，吼，照顾好了以后，按第八度嘅那个所有按讲眼睛所有嘅神经做下带头嘅解，用演员嘅按讲那个手段第八度啦，吼，带头了第八度以下嘅那个手段啊冇照顾好些，哦，嘅眼睛可能就动到嘅头先讲到神经嘛，吼，对讲高速公路其他嘅一些路啊，吼，佢可能愛通通透透，其實冇法度來通消息的，或者消息冇法度通，安尼人心呢會出問題嘅時節，可能是東南吼來通知得到，東南通知到嘅時節，哦，真正嘅想辦法吼，動到問題就慢慢見出來咧。所以按講頭條生活當中，最基本嘅吼，按一個兩骨咯，吼，即係來去照顧好些咯，就按沒有使用講係背囊骨，吼，講到了尾啊，吼。安尼大概兩骨神經之後，可能當到嘅朋友就會經常，又同 M 波呀，吼，有人講骨縮管啦，吼，又講安尼上班下會講肌肉啦，又講關節各方面有痠癢刺嘅問題嘅時節，上班下就會去本人安尼講悄悄咧，係冇？講去整理下安尼是好咧，同你安尼嘅部分感有關聯性，感有強化。其實它比較它有部分從外面看的時候覺得長得差不多，可是其實我們在看它背後的理論基礎的時候會不太一樣，哈。那脊骨神經醫學它基本上是一個西方的醫學，那創始人是從加拿大，他是加拿大人，然後去美國去發揚光大的。那它的背後的理論基礎其實就像剛剛提過的，它是跟脊椎本身的生理結構有關，然後還有我們看到的是肌肉的組成，肌肉的方向，然後還有像包括生理構造本身的狀態，然後神經的位置。那所以這個整個是以就是解剖跟生理來做後面理論基礎的延續。那就我的了解，像有一些包括整脊或者是一些推拿方面或者民俗療法等等，他們可能有一些是看着你的穴道或者是穴位或者是經絡的走向，所以它整個在看事情的角度會不太一樣。那不過我回來台灣差不多9年，然後有發現說有一些就是漢方醫學裡面，對，有一些它跟西方醫學是很吻合的。即講一次家本身所學嘅咧西方嘅醫學嘛，講兩骨神經醫學，同你下轉到台灣9年咧哦，後來9年咧當中有咪要看對要接觸到，你下嘅頭先講到嘅就講你講民俗療法，嗬，你係漢醫部分嘅一個你下嘅療法來講，真正知道。雖然講理論冇強化，唔過呢，佢做出來嘅可能嘅結果也係講佢做嘅事情嗬，我去治療嘅方式有都係相同同樣嘅。有一些是類似的，然後或者是像有一些穴道的位置啊，然後我們發現這個就是那個肌腱連接到骨骼的位置。即係佢係通透嘅所在，佢連接嘅所在都係講漢醫來講，可能講血套。你頭兩骨神經以後，就係講佢係連接嘅兩個點。對，所以其實像這些比較連接的點，我們英文有一個名字叫 trigger point。這個 trigger point 它就是按壓的時候會特別有痠癢的感覺，對，然後就剛好跟穴位的這個位置很謀合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在不管是西方醫學還是漢方醫學，其實它都有一些可以相通的地方。所以你個唔關係樣選啊，就講研究嘅方向來講，嗬，就講西方嘅一個醫學來講，佢可能對一個肌肉啦，對一個筋啊，或者各方面哦，神經各方面按來看，佢做出來嘅一個想講醫學嘅一個部分啊，你講像講兩骨神經醫學，同一個講漢醫中國嘅一個傳統嘅一條療法，其實佢係相同嘅，嗬，就當到係講相關嘅。雖然研究方法冇相關，不過佢嘅做出來嘅嗬，達到嘅一個治療嘅方式係同樣嘅，嗬，係一個研究其實到將來台灣療後9年嘅時間，慢慢陸陸續續其實咪出幾下本書嗬，你一參咧嗬，要出一本呀，附近也書行拿一本嗬，講壓連嗬，超壓連，你就同學嘅有關嘅嗬，你係有關係來講，就按樣選啊嗬，將是的做到。
安那个效果嘞？我们这次啊，这个超逆龄这本书啊，就是用脊骨神经医学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超逆龄去逆龄这件事。其实逆龄它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懂想，希望讲还是得较后生的，还是得吼，也可以来后生，不止也可以来后生，跟人啊吼。规个整体人心吼，可能像讲嘅内创各方面做下什么的推法，安尼是最好诶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其实是由里而外，由外而内都要去照顾好。所以脊骨神经医学刚刚有提到，就是如果你照顾好你的脊椎，你的神经传导会很丰沛，所以相对你的肌肉状态如果很 OK 的话，你的关节很 OK， 你看起来就比较不会老哈。所以我们是用脊骨神经医学的一个理论基础，然后去介绍大家怎么样去抗老化，怎么样去维持你的年纪，甚至逆转你的年龄。按好吼，那像安尼时节咧吼，免用心去做喏。我们其实一开始你要先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，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了，是不是有一些初老症状了？那什么叫初老症状呢？初老症状就是我们你还看到咧嘿，这有两条镜头的时节，这可能自家本身。就慢慢的哈，就会退化的情形嘞，要开始注意了。对，然后那这些是最明显的一些问题哈，比方说，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的体力越来越差了，你的体力越来越差，就包括你可能走路走没多久，你追个公车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喘，好，或者是要喘很久，或者是比较代谢好像变得比较缓慢，比较容易胖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好像有的人后生嘅他可能去食。食其他饭，食东西食得多多，结果呢，含气臭臭，唔会太巧。唔过呢，可能上了30岁了後，食冇幾多東西呢，佢見來見太巧，所以講推車變到較慢掉咧哈。對，然後就會發現說，好像很多部位，就是皮膚的狀況也開始比較乾燥，比較容易有，比方說毛孔粗大，或者是有一些長一些皺紋出來了。那可能過去有時候，譬如說在睡午覺的時候趴着睡午覺，然後起來那個紋路很容易就消掉了。可是年紀慢慢長了之後，就覺得這個紋路怎麼開始不會消了？對，所以就是有一些可能生活上的一些症状，但是它不見得是真的是不舒服的症狀，它就是一些警訊，然後對，然後來告訴你說，你可能要開始注意了。所以那講有掠到嘅鏡頭嘅朋友啊，可能都真見啊，嗬，愛自家愛驚心到咯，愛注意到啊，嗬，唔好講嗬，本來都鏡頭嗬，即係見來見多，也講見來見明顯，安尼咧慢慢嘅嗬，安尼人體就會見來見退化嘅。所以來啊，嗬，安尼啊生活當中嗬，做到簡單嘅動作、簡單嘅事情啊，嗬，安尼都是咧本人講唔會落到眼角，所以來注意嘛，嘅家庭就同大家來講，成都有冇？你來歇困下，聊下來。